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iki， 今集咧係同大家嚟睇一個真正嘅關口物業啊吓，真係唔係吹水喎。嗱，你見唔見到啊？依家對面望過去咧就係呢個澳門嘅筷子基啦。咁啊，隔籬喺呢度咧再歪啲都仲可以見得到新葡京嘅呢個位置噶喎。所以呢度嘅話咧，步行過關只需要5分鐘，真真正正嘅關口物業啊吓。你以為好貴，實質一啲都唔係啊！你咁相信一個咁近嘅關口物業啊？講緊單價都係1萬蚊，你冇聽錯，係1萬蚊啊！你就可以攞得低關口物業啊！你睇下呢一棟嘢係咪非常之宏偉、非常之靚仔咧？嗱，呢度咧仲有一個空中花園添喎，上邊嘅話咧亦都有唔同面積嘅公寓喺度在售當中啊！你喺呢度購買咗嘅話咧，你仲可以擁有到專屬口岸嘅通關卡，澳門單牌車仲可以咧隨時進出園區啊！喺呢度咧更加咧係可以擁有得到咧周邊嘅青洲口岸啦、拱北口岸、青茂口岸，仲有港珠澳人工島口岸添喎！喺呢度一橋之隔就可以即刻過到香港啦，係咪非常之方便、非常之靚仔咧？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帶你上去睇下依家賣緊嘅單位係唔係點啊！重磅福利來襲，揾我哋成功買樓即送價值68,888嘅28件套全屋家私大禮包，再附贈驗收樓服務。立即報名睇樓團，實地考察你嘅心水樓盤，當日往返2日1夜 ，VIP 私人定制專屬行程，3條路線任你揀，全港專車包接送。立即撥打屏幕上方嘅電話聯繫我哋啦！嗱，帶大家嚟睇下呢個咧係49平方嘅單位嚟嘅，咁入門口嘅位置嘅話咧，呢度咧會係一個洗手間啦。咁你哋依家見得到咧係做咗乾濕分離嘅，咁而其實呢邊嘅話咧，佢係可以選擇精裝，亦都可以選擇毛坯，相當之人性化嚇。咁啊呢邊嘅話咧，亦都係做咗個開放式嘅茶水間啦。如果你作為精裝嘅選擇嘅話咧，呢啲都會係交樓標準嚟㗎。仲未止喎，如果你喺呢度，就算你要買毛坯都好啊。驚喜在咧，全屋個冷氣亦都會做好埋，冇錯，就連毛坯都好啊，冷氣都有埋喎，係咪好正先？嗱，因為呢度嘅層高咧係3.5米嘅，咁所以喺翻呢邊嘅話咧，佢係可以做翻個閣樓嘅設計嘅。咁喺呢度上去嘅話咧，你就可以作為自己嘅一個休息嘅區域啦。嗱，咁如果落翻嚟嘅話咧，呢度啊亦都係可以咧足夠俾到你一個活動空間嘅喎。你可以作為一個待客區啦，亦都可以作為一個辦公嘅區域㗎。呢邊咧更加夠晒空間咧，再去做翻一排嘅儲物櫃㗎嚇，咁所以整體嘅實用性咧，比一般嘅商業公寓咧，仲係會高翻啲嘅。咁最緊要咧係，如果你喺呢度辦公嘅情況下啦，咁啊買咗嘅咧，佢就可以俾到一張咧專屬口岸嘅通關卡去俾到你嘅，就係呢個青洲口岸啦。咁然後咧呢個澳門嘅單牌車咧，亦都可以自由出入呢一個跨境園區嘅，所以你話係咪非常之方便咧？嗱，除此之外啦，咁佢自己樓下咧，亦都係有住咧4層嘅一個商業體喺度嘅喎。除咗自身有商業體之外啦，喺呢度周邊咧，好似富華里啦、拱北口岸、華發新天地，仲有華發商都、環宇城等等嘅呢啲5大商圈啊，都係圍繞住呢度。講緊你揸車都係5到10分鐘就可以享受得到噶啦。嗱，配套方面亦都可以滿足得到你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除咗呢一種佈局之外嘅話咧，仲有另外一隻單位嘅喎，帶你哋過嚟睇埋。嗱，呢個同樣都係49平方，但係咧你會得到一個唔同嘅佈局同埋唔同嘅一個裝修嘅參考啦。咁喺翻呢邊嘅話咧，因為佢同樣都係利用咗呢個3.5米層高嘅一個絕靚嘅空間感啦，咁所以喺翻呢邊咧冇做閣樓啊，整體嘅空間就會更加之闊落啦。嗱，咁喺呢度你可以真係作為自己一個居住嘅休息嘅區域啦，有活動區、有休息區嘅，再加埋咧整體嘅一個落地玻璃啦，所以成個採光咧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噶嚇。嗱，啱先亦都同大家講到啦，喺呢度咧配套嘅一個優勢咧，大家都知道啦。不過我覺得最緊要咧，仲係呢一個地段啊嚇，同埋交通啊。皆因咧，除咗啦係涵蓋住啱先同大家講到嘅4大口岸，拱北口岸、青茂口岸同埋港珠澳人工島，仲有呢個青洲口岸之外啦，喺呢度冇唔記得喎，非常之近呢個港珠澳大橋啊，所以喺呢度咧一橋之隔，你就可以即刻過到去香港啦。咁啊喺呢邊嘅話咧，你諗下咁靚嘅一個地段同埋配套都可以提供到俾你嘅情況下，講緊單價係1萬蚊啊！你真係冇聽錯，1萬蚊啊！而且喺呢邊嘅話咧，仲有非常之多唔同嘅面積段咧，可以供給大家選擇嘅。咁大嘅話咧，大到去60平方都有；細嘅話，細到
到去30-40平方都有啊嚇，各種唔同嘅總價，最低嘅總價都係40萬起就可以 total full pay 攞低呢啲單位啦嚇。同樣嘅有精裝有無 pay 可以俾到大家選擇啊！唔知咁樣嘅地段、咁樣嘅景觀同埋咁樣嘅環境配套，你又會覺得點啊？歡迎撥打翻屏幕上方嘅電話，攞翻更加多嘅資料。當然更加建議嘅咧，就係自己親臨實地過嚟呢邊咧去考察一下，畢竟自己見到嘅先係最真實噶嘛。OK， 我係 Kiki，有啲咩疑問嘅快啲揾我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